感谢主，透过我们的以赛亚牧区献诗，也见证了我们在主里面，透过小组，透过牧区，做美好的圣工。我们在领受神的话语之前，一起来做祷告。主耶稣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，一起来敬拜，一起来思考你的话语，也一起透过祷告，将我们的欠缺，将我们的感恩，将我们的祈求，以及我们的认罪，在你面前来摆列。主啊，让我们这个礼拜将荣耀归给你，也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，定根在我们心中，成为我们生命的养分，成为我们一生所遵行的准绳。感谢主，感谢你跟我们同在。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，阿们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今年年初开始呢，我们就开始进行了我们的标杆人生的阅读。大概我们的进度不是很赶了我们就是一个礼拜2篇。那有时候为了一个月一个单元，所以有时候变成1篇而已春节的时候还休息了那为什么要让大家来读这一本书呢？是因为他把基督徒的生活非常有效率，或是非常有逻辑的编排，而且文字的描述非常的精彩，经文的引用也非常的有用心特别还用不同的版本，让我们一看就知道说他经文要讲解的什么意思。那今天呢，我们在3月份，我们所主要环绕的主题就是团契生活。那团契我们曾很多次跟大家做一个厘清，因为我们现在习惯说我们有松年团契，我们有夫妇团契有的教会大半都还是小团契的阶段，比如说青年还有我们的妇女都是用团契。那团契其实这是一个名称，那重点是说团契生活不是名称，团契生活是里面基督徒在一起生活的实质，就是有那一种心灵的交流，有一种美好的交通我们一个希腊的原文叫 koinonia 就是大家一个生命的交流。那今天呢，我们进入到这个主题是在团契里面，我们怎么样透过小组，透过聚会的情况，大家一起经历生命。刚刚我们的李伟执事给我们带领，我们读了这段经文是非常宝贵的经文，提摩太3章14到15节。那一开始呢，保罗是一种描述的话语，好像交代一件事情，然后后面有一段经典的话。那我们前面是这样说：我一面写这封信，一面希望快点来看你们。如果耽搁了，这封信要告诉你们。等于他讲这一段话的时候，他后面的就是他的重点因为他当时的交通不是很方便，保罗急着要去分享他上帝所领受的圣经的话语，圣经的一个教导，但是因为来不及，人赶不上，怎么办呢？先写信，把重点的信息讲下去。所以呢，15节的后半段，那他这样子说：我们在上帝的家应该怎么生活？所以这段话就是成为保罗一个开头的一个主题就对了。我们要一起请大家来读这个紫色这一段，我们把它读一遍好不好？预备来。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。保罗说：我写这封信要告诉你们怎么样在上帝的家生活。那记得上帝的家在哪边呢？上帝的家就是教会。那要怎么生活呢？保罗在后面的经文给那个提摩太讲解。不过他说这个家很重要因为它是真理的柱石和基础。那既然这个家是不能脱离基督徒的，那保罗怎么样告诉我们怎么样在里面生活对，你说要在上帝的家生活，用怎么样的方法生活呢？哥罗斯西书的3章14节到17节，保罗也讲了这段很重要的话。他说：在这一切之上要加上什么？爱。反正有很多的需求，很多的指示，但是
一切都要爱，因为他说这个爱是联系一切德性的关键。没有爱，你讲太多的理论、太多的知识、太多的你的经验都还不够。你有爱才能够把这些串联起来、连接起来。所以他说，后面就是他所写，他说基督所示的和平要在你们心里做主。有爱，然后开始怎么运作呢？让耶稣基督的和平。和平的意思就是一种跟人家相处，一种和谐，一种平安，一种化解冲突、化解那个暴力的。他说，透过这个和平，让你们这个团体、上帝的家有和平。那这个是上帝选召你们归一体。这句话我们怎么样再做一点解释呢？意思是说，上帝为你们设立在这个属灵的家，就是教会。那上帝呼召你们来这个团体里面，这是他的命定，是他的一个最大在世界上最美好的代表。然后而且呼召你们加入这个团体。好了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罪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他的不足，所以加入这个团体，这个团体本身，上帝是看为神圣的。但是因为我们这个本身的有限加入了，我们会有软弱、有不足、有缺陷。但是神说，要在里面运作了，要在里面操练了，要在里面练习了。所以呢，要用爱，要用和平，那里面在里面。换句话说，这个是一个要求的，是一个你不能退缩的，你要努力去把它完成的。然后保罗这样说：你们要让基督的信息丰丰富富的常住在你们心里。换句话，这个上帝属灵的家，你必须要用什么运作？用爱来运作，要用和平来运作，而且常常要有神的话语在里面一直滋长，一直增长，一直增长。因为我们这个人是有限的，要用属灵的粮食来充足你，让你这个家庭，上帝的家庭永远充满了活力，永远充满了爱，永远充满了和平，永远充满了平安。其实我们是一个不足的人，是一个有限的人。然后保罗在努力跟我们说，要用各样的智慧互相教导。互相教导，规劝、诗篇、圣诗、灵歌，从心底发出感谢的声音来颂赞上帝。等于保罗描述了说，我们在神的家，我们在神的教会，你要用这种方式来经营了，你要用这种方式来相处了，你要用这种方式来互相勉励了，然后你要用感谢的心。所以这个地方你不能离开，离开了这一些保罗所做的，你们都做不到，没办法完成。所以他说，你们做什么说什么都要奉主耶稣的名。这句话很深的意思呢，说你今天来到教会，你今天这个时候来到圣殿，你要说我是奉耶稣的名来，你就不会青青菜菜，对不对？你就不会说可有可无，你不会觉得我跟我少我一个无关了，因为你是奉耶稣的名，表示你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圣的意义，都有神特别美好的旨意。那一旦你把它看作重要，把它看成一个神圣，你就是奉耶稣的名在做了。所以当你到前面带领诗歌，在你弹琴，当你唱圣诗，当你参加一起祷告，一起举手，记得你是奉耶稣的名在做，那个态度、那个观念、那个想法就不一样了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从1月份开始进入一个主题，说我们人生的目的是什么？然后第二个2月份的时候，我们一起学习说，我们要用敬拜来荣耀神。那这个敬拜，我们一直提醒一个观念，不是在礼拜堂1个小时多的敬拜而已，是你的生命都在荣耀神。你在你的职场发挥了你的影响力，那就是在赞美神。你在街道上主持了一件帮助人的动作，就是在见证神，就是在赞美神，在敬拜神。你的家里面充满了和谐喜乐，你就在家里面赞美神。你到野外去看见这个美好的世界，
你享受这个大自然，你也在大自然敬拜神。所以这个敬拜是很宽广的，是你人跟神的一个美好的关系。那今天我们进到第二阶段，第二阶段就是3月份了。你人生第二个目的是什么？神模造你，要你为神的家而活。就从我们简要的称呼就是团契。第一个是敬拜，那第二个阶段就团契了。那刚刚已经提醒好多次哦，团契不是名称，团契是一个生命的交流的方法。好，那这是我们教会的标语啦。第二个标语就是团契交谊，彼此相爱。那是我们教会用那个很棒的一个扛棒放在那边呢，是永久的哦，表示说我们教会就是要执行，我们教会要实施，我们教会要努力达成这5个目标。那今天我们3月份就是第二个目标，团契。各位弟兄姐妹，讲这一些，我们来讲为什么这一本《标杆人生》告诉我们为什么要有团契的生活，为什么要有教会的一个生活来体验？因为基督徒要有所归属，你要归属，因为我们不只是相信神，不只是相信他哦。不只相信他，而且我们还要归属于他。相信是一个主体跟客体的，比如说我相信你，我赞美你，我羡慕你，是一个彼此的关系的建立啦。但是归属就是一个连结啦。主要我们不只相信，而且你要归属于他。我们听到这个 membership， 这英文看起来很普遍，对不对？因为我们现在会员的这种名称是多到腐烂的，对不对？我们在座，你看，你一个人属于多少会员？你在那个大卖场有家乐福的会员，你有那个 Nike 的会员，你有那个我们全年的会员。我们把会员看成这个多到你记不起来，你会觉得很世俗，好像没在意。但其实原先呢，这个 membership 是属于教会的呢。你是属于教会的成员，叫 membership， 因为你是归属于身体，基督的身体，教会，很珍贵的意思。但今天我们用的太腐烂了，你反倒认为说，我是富强教的会员好像就多了一个名称，有什么？其实它的意义是远超于我们现在所讲的在社会上的会员。你是健身俱乐部的会员，你是什么羽毛球俱乐部，都很好的会员，有些真的是会帮助你。但请记得，在教会成为一个会员是多么重要的事情。为什么要洗礼才能成为会员？是因为你有一个属灵的关系，有一个生命的连结。所以呢，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刚刚谈到说，要过团契的生活。如果你没有加入基督的身体，就是在地方的一个教会，你就没有办法完成这第二阶段。换句话说，我们在座很多是已经信主很多年的基督徒，你都了解，你现在来教会，就表示你已经第一门槛就建立了，不然牧师讲的没有听到的就没办法。而你一进来，表示你把第一阶段已经完成了，你加入了上帝属灵的家，我们的富强教会。但是不止如此因为你加入这个家还要有运作，你加入这个上帝的家，你要有一个归属。你建立这个加入教会的这个上帝的家，你要在里面产生行动。所以教会为什么那么重要呢？因为耶稣为教会定十字架。圣经这样说：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耶稣基督不只是把人生上帝把这人生的5个项目加在我们个人身上，其实这5个阶段5个人生的目的也加在教会身上。所以你如果是在教会里面，你才是一个真正的基督徒。所以我相信耶稣还不够，你要加入上帝的家。所以如果没有教会的基督徒，就好像你的这个器官离开身体一样。没有人说会把自己的手先放在家里面，因为今天手用不到。
今天牧师呢，我的沙哑还没用，还没恢复啦。但是我为了要服侍神，我还是要用我的沙哑的声音来做啊。啊，你不可能把你的器官拿开。啊，听说以后，这个科技发达到一个程度，说变成器官农场，那我觉得好像觉得很奇怪啊。器官农场虽然能够移植啦，但是呢，跟生命连接整个生命还是差很多了。所以，如果你没有加入教会，一个基督徒，你就像羊群里面你的羊不在羊群里面，一只孤单的羊乱跑乱走。就像一个家没有一个家里面一个小孩没有一个家，单独一个。我们常常看到很多感动人的故事，一个孤儿他们在寻求一个家，一个温暖的家。那我们是在一个幸福的家庭里面，你没有感觉，那需要家的小孩是多么样的渴慕啊！好，我们常常会提醒很多基督徒，因为有的基督徒他本身可能他的观念有一些差异，或是说他曾经在教会里面受到了伤害，或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挫折，所以他的观念就变成说，反正我在家里读圣经信耶稣多好啊，也不会跟人家冲突。慢慢他对教会就排斥了，因为你都知道教会就是一群有罪的人在一起的，不是一个完美的地方啊。是我们一起在经历神的恩典，我的罪，我的软弱，我的缺点，我的固执，是在里面要被陶造的，要被改变的，要被训练的。当然这个团体哪有说完美呢？甚至有人就会说我加入的团体没有一个完美的。其实有时候我们倒是要重新反省说，可能是因为你加入才不完美，可能因为我这个不足我跳进来了，我才让这个团体多了一些惹是生非的事情，喊到一些困扰的事情都发生了。原来我没有都还不知道还不知道有这种事情呢。所以重点是你要把眼光看到自己，因为你需要，你看到这个团体不满意，表示说你才需要这个团体来训练你呀。所以呢，我们常常有一些人会有一种想法，就是说，好了，那干脆呢，你当成属灵的孤儿好了，也不要有这个家，我就要在家里面读圣经，顶多看看 Good TV。其实这个是不完美、不完全的。所以我们看到说，有一些人变成兔子信徒。什么叫兔子？这是兔子的动作是怎么样？跳来跳去。如果那个教会你跳来跳去你顶多只是去观摩一下而已，你是去参观一下而已，你不属于这个团体，你只是兔子。跳来跳去，没有一个窝，狡兔有三窟啊，对不对？那跳来跳去，那我们有人把它称呼叫做候鸟的信徒。哇，今天来这里，明天飞到那里，你感觉说不错听不同牧师讲道，听不同的圣歌队唱歌，好棒哦。其实你只是一个满足你个别的私心而已，因为你不愿意委身，你不愿意敞开自己，那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。所以呢，以下有几点，邀请大家一起来思考，为什么你需要属灵的家庭？为什么你需要？第一个，教会的这个家庭表明你才是真信徒，你有加入这个教会，加入这个团体，你才是真正的信徒。因为圣经明明跟我们讲，我们因为这一群人大家不同背景，没有什么限制的，你不同的种族，你是不同的社会地位，我们因为爱聚在一起。以前呢，我们比较属于一种人群比较不是很混杂在一起的，有可能他是同一个姓、同一个家族，比如说乡下2、3个姓的全家族都在一起，其实有点像大家族在聚会一样。那现在不一样，我们移民到都市里面了。我们富强教会起先也都是以长老教会成长的为主，慢慢有很多外地人搬进来了。那在10年前，我们慢慢又增加了华语的聚会，哇，那就更多样性了。有些是年轻人读大学的，有些人是从外地搬过来的，有时从不同教派的加进来的。大家的语言、大家的想法、大家的生活习惯、大家的一个教会的一个经验都不一样。
那你说，哎，不行，我们要纯粹啊，只有这个方面的人可以进来？没有啊，我们都一起加入这个互强教会的大家庭。因为什么？这是要见证神的爱。不同的，甚至你有一些信仰的观念，大家还有一些冲突，对不对？但是都没关系，因为我们是要见证一个真正的基督徒，你要接纳不同的观念的人。这个是我们第一点。第二点，不再以自我为中心。刚刚我们不是讲过了吗？最美好的就是我都不要跟教会的人接触，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读圣经多好啊，灵修多好啊！有人甚至抄圣经都很好啊，我只要取我所需。但是圣经说这个不是完美的，不是完全的，因为你完全以自我为中心啊，是因为神把教会这一个上帝的家放在你身上，就是要你学习相处啦。你要学会跟人家相处，才能体验神的家。所以要学习不自私，学习对人有同情心。求你一个人，你怎么学习自私不自私啊？你本来一个人就很自私了，对不对？因为你可以什么时候睡觉，什么时候要吃东西，不要管别人。好了，一个家庭里面就不能这样了啊！妈妈煮东西，你说我晚1个小时才吃，一个人要提早吃，那怎么办？你要学习，协调嘛，互相面对嘛。所以我们为什么说，举另外一个例子，比如说为什么男生说到军中里面是一个大熔炉在操练你？因为你离开了自己的家庭，是你的舒适圈，你加入这个军队，哇，很多要求来了，你一直在磨练你自己，你的生活习惯要被改变，你要学习服从。为什么要操练呢？因为那个地方成为你磨练你心智的地方。其实我们教会也类似一样，像军营一样，你加进了这个团体，不是为了自私说，哎，我不加入最好了，因为你必须要加入，被神所呼召了。加入这个地方，用什么方法来相处呢？用爱，用和平，用奉耶稣的名。所以你一旦加入，你才不会自我为中心。第三点，教会家庭帮助你灵命的增长。因为你积极参与教会的生活，你的属灵的生命才能够滋长。因为你一个人你不知道自己缺点在哪边，你一个人不知道你缺乏什么东西，你以为圣经读几遍你就熟了，哇，来到教会里面遇到各式各样的人，你才知道哇，圣经解说的我还懂得不多呢，因为你没有实际碰到实用上的，在跟人相处怎么样，圣经怎么解说啊？所以呢，一句很重要的话，真正的成熟是要从人际关系中表现出来的。所以为什么我们常常会提醒我们的年轻人，你不要以为说我在网络世界哇遨游四海多棒啊！网络世界的人际关系是被压抑的，是不完整的，是有缺陷的。你要在一个活的生命当中相处。所以我们常常会鼓励年轻人说，你不要躲在家里面像宅男一样，你就只跟网络沟通，你要出来跟你的家人相处，你要跟你的同学相处，你要跟你的生活圈的人相处。因为人跟人活的才能够很多不同的演变，你才能磨练你的心智，磨练你的语言，磨练你跟人家相处的模式，磨练跟不同性格的人怎么面对。那你如果不加入教会，这一些在属灵的家里面操练，如果没有，你还不是一个完整的基督徒。第四个，基督的身体需要你，因为我们知道保罗就一直讲，在罗马书、在哥林多前书都一直讲说，我们是基督的身体，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不同的器官、不同的肢体。那你不加入，基督需要你，你不加入，你怎么算是基督的身体呢？所以在上帝的家里面，你有独特的角色，你要在里面，你才能被赋予记得你要加入神的家，你要加入小组里面，你才能赋予你这个角色。不然你说我是一个基督徒，那你属于哪一个那个教会？你属于哪一个团体？没有。好啦，你看我们今天做礼拜，从开始领诗歌到现在，多少人参与在里面？那这些是因为你的角色被赋予，然后神就在你的角色里面赐给你力量，赐给你智慧，赐给你恩赐，赐给你祝福。所以在上帝的家，是因为基督的身体需要你，缺少了就不足了，
缺少了就有缺陷了，而且还要基督徒是因为在教会里面就分担了普世的使命。所以我们长老教会的信仰告白有一句话很重要，他说：教会是普世的，又是定根在本地。换句话说，一旦是受洗的基督徒，你是跟全世界大概20多亿的基督徒连结成一个宇宙性的教会、全球性的教会。你是这个20多亿的人这一份子，但是你又同时属于在台南市东区，在以前的叫富强里，或是富强社区，或是富强路所设立一间教会，叫做富强教会。你归属于他，你通过这个跟全世界来连结。所以呢，更进一步是教会这个大家庭，小组这个组织是要帮助你灵命不要被退步了，因为你不在里面运作，你的灵命大概不会成熟，因为你没有被检验，你没有被操练，你没有去学习到。因为我们在团契，我们在小组里面，多多少少都有不足的人嘛。我们说我们自己也不足嘛，所以有时候我会得罪谁，有时候我做一些事情让小组里面的人感到很伤心或是很难过。那这些就是因为在这个里面，这个属灵的家，我们在学会接纳，学会赦免，也许学会规劝。啊，也许小组里面有人有这样的软弱，他有一些不足的地方，我们有属灵的长辈或是资深的基督徒来劝勉他，来鼓励他。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，我们在小组团契里面，我们不愿意让人家说我，但这个团契生命还不足。所以你愿意接受人的意见，因为你要走向正路啊，走向一个神恩典的道路啊，被改变了。你想想看，为什么我们最常在家里面被爸爸妈妈念来念去，念来念去？他是假爸修营吗？是因为他爱你，对不对？家里面如果即使一个浪子，爸爸妈妈还是接纳他嘛，做错事情了回到家边被医治嘛。好，这个属世的肉体的家庭，它的基本的功能是这个样子。那属灵的家更是这样子了，因为我们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需要在这个家庭里面，需要这个属灵的家被建造，有时候被破碎了，重新建立了。你的生命的不足、萎缩的部分、软弱的部分、黑暗的部分，被弟兄姐妹帮你促成了，帮你成长了，成就了。那这个就是我们教会为什么要在小组里面的重点。所以呢，一个很重要的观念，如果是一个自私的人，自扫门前雪，我只顾自己好，那你不是标准的基督徒，你还不是一个正常的基督徒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为什么要在教会？因为上帝给教会这5个目的，跟我们个人一样，都是5个目的。第一个是敬拜，让你有敬拜，让你仰望上帝，让你注目仰望上帝，让你生命有一个目标，这是第一个。第二个是今天这个月的主题，团契相交，因为有团契，有弟兄姐妹的安慰扶持，你才能面对人生的困难。第三，我们还要接受门徒训练，因为你要成长，这样才能兼顾你的信心。第四，你成长被操练之后，你要加入这个服事的团队，因为服事才能看见你的恩赐，服事才看见神到底有多大的恩典在你身上，服事才能看见你的价值，服事才能看见你到底对这个团体有多大的贡献，服事才能让你发现你竟然是一个不简单的人，你是多厉害的人。你如果不用，你不付出，你不操练，你不服事，这些都被掩盖出来了，好像好的工具都埋在土地里面。最后我们都要努力完成神给我们的使命，大使命就是传福音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这5个目标，我们希望大家每一个富强人都记得哦，
随时牧师抽考都会哦，是敬拜啊，就团契啊，这是这个门徒，第4个是服事，第5个是传福音。那这5个就是我们教会的一个使命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思考：你今天加入教会，今天在参加礼拜，你第1个阶段已经成功了，因为你已经完成了。但是记得，你的心态更重要，因为你的选择，你只参加教会。今天来富强，明天去太平径，后天去天桥都可以，但是你只是参加教会而已哦。不过你要成为富强的会员就不一样，因为它的分别在于你有没有委身。委身就是我的精神、我的关心、我的爱、我的生命跟他有连结呀。如果只参加是旁观者，参加是旁观者，你会员才是侍奉。你要当旁观者吗？也没有人阻止你，但是你根本跟这个团体没有生命的交流。你要加入里面成为会员，你要加入这个侍奉。好，如果你是参加者，你只是一个消费者而已，好不好？你自己评量，好的就继续，不好我就换一个。好像你今天到梦时代，明天要到星光三月，后天到什么呢？反正换一间都没有关系。但是你如果是会员，你就是贡献者，你是贡献你的心力在里面的，那是不一样的。你去参观一个花园，好漂亮，哇，赏心悦目，跟你自己在家里面种一个小小的花园哈，花可能没有长那么漂亮哈。你的心力在哪边？你到台中花博参观很漂亮，但那个不是属于你的。那你家里面小花圃哦，你又觉得生命在里面。今天多长了一个芽，明天这个花开了，你高兴得不得了，还到处去炫耀。你会不会拿花博来炫耀给人说？你看我家的花博，不会吧？那教会就是这样子，你这个小花圃，你愿意投入，你愿意从里面分担责任。所以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一起，下面这个阶段就是一起来经历，在小组里面经历生命。我们第2堂礼拜的弟兄姐妹，特别是华语的部分，大家很习惯加入教会，加入小组。但是我们在小组里面做什么呢？在小组里面能够帮助我们什么呢？因为我们的生命本来就是要分享的。我们说，看到《鲁滨逊漂流记》看起来很浪漫，对不对？看起来好像，有一天如果我像鲁滨逊，不知道怎么样。其实那是一种想望，但是其实我们的生命都是要交流的。我们希望跟人有关系才有生命。所以呢，真正的团契生活是我们经历真诚的。你要加入这个小组里面，如果没有真诚的心，你其实还是旁观者，还是参加者，而不是会员。因为真正的团契生活不是肤浅的，不是表面的闲谈，讲一些客套话讲一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话，是你要坦诚交心、掏心掏肺的分享。那这个才有生命。但是这个小组让人家真诚，是因为它是安全的，它是有爱的，有爱在运作的。不然谁想不开乱讲自己的私事隐私，自己的软弱呢？因为这个有爱呈现在里面，那个氛围里面，你就愿意开口，愿意讲自己的不足嘛。你注意看哦，我们常常在参加很多团体，包括教会，我们长老教会，很多传统的老教会有这样的现象，假象。为什么呢？好像我们就是一个虚假，一个伪装，表面很礼貌笑容轻轻的，但讲话都很肤浅。我们就戴着面具，我们把里面的伤痛，我们把里面的软弱，我们把里面的伤害，我们把里面的不足都藏起来，因为不想让人家知道嘛。知道了，我会觉得很不自在啊。我们处处防人，表面是很美好，看起来好像相安无事。你知道有的教会哇，一个礼拜来，行礼如仪，大家穿得漂漂亮亮，但那些伤痛都没有人看见。来了又回去，来了又回去，没有机会被医治。那久而久之变成就是一个表面的基督徒了，真的是表面的基督徒。
因为你在这个地方没有信心嘛，没有一个安心嘛，你没有一个对他有一个信任嘛，你干嘛开口？你干嘛分享？你干嘛把自己的缺点讲出来？被人家到处去宣扬，那还得了？那我们本来社会就已经这样子，对不对？社会的氛围，谁管你啊？有什么样的缺点、伤痛呢？那在教会也这样，那上帝的家就不足了。所以我们说，当有这样的现象的时候，就是这个态度，就是让团契、让小组衰亡的时候。所以，真正的团契生活是让我们经历关系。刚刚已经讲了，如果单独一个人，你说你是个好的基督徒，那是骗人的，因为你必须在团契小组里面经历关系，因为相互的关系是给予也是付出，是双方面努力的结果。有的教会，前几天我碰到一个教会，那个长老来找我说：“牧师啊，我们那些执事年轻执事啦，聚会来不来的？啊，比会友还慢到。”我做得很累啊，真想不做了嘞，在哭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教会或是一个小组里面，只有单那几个人在付出，其他人都在坐享其成，其他人只是在那边旁观，其他人只是在那边享受。你看这样的团体还会继续吗？你的家里面如果天天是老妈在忙，其他人坐在那边敲咖练气球啊，就吃现成的。你这个家会温暖吗？我们台语有一句话叫"假饭卡中"，有没有听过？假饭卡中就是什么都不做，只享受的。那这样这个团体一定会被崩解的。是要付出的，彼此的，有来有往。所以，团契生活、小组生活是这个核心是建立互惠的关系，彼此分担责任，彼此帮助，才能让这个团体更好。你可能是小组长，你是团契的小组的干部，你有没有经历到你的小组里面所碰到的困难在哪边？记得，你如果没有彼此的关系，互相的分享，这个团体、这个小组是一个应景的而已，是一个仪式的而已，没有一个真正经历生命。第三个，真正的团契生活是人们经历同情，同情已经进入到更深度了，对不对？同情的意思就是说，你的想法、你的困难，我知道，我了解。进入到别人的痛苦中，这个是很不简单的事，因为我们最好是相安无事，大家客客气气的你家有什么事情关我什么事啊？你不想踏入这一步，但是我们的小组、我们的团契、我们的这个上帝的家，你不经历这个，你就没有生命。所以我们知道同情这两个字英文有一个叫 empathy，empathy 原先是在圣经里面是同情的意思。就是刚刚我们读的经文说，与哀哭的人同哀哭，与喜的人同喜乐，是哀伤陪伴，这个才是真正进入同情。那我们现在用心理学的名字叫做同理心了。我觉得同理心也不错啦，但是同理心有一点客气的关系，说我只是了解你，我知道你心痛苦，但是我还是不想帮助你但是同情是不一样，同情是跳进去到人家的苦痛当中。与他一起经历，那我们的小组要进到这个地步，它才是真正有生命的小组。好，我们说团契生活、小组的生活有不同的层次。第一个最简单的是大家一起读圣经，哇，不错知识讲解得很清楚联络圣经，圣经有什么不了解的，讲得很清楚。但这个是第一层了，你还要进入第深层的，要彼此服侍。有服侍的团契生活，你才能理解说，原来圣经讲的这句话，在团契里面运作就不一样了。哇，圣经说你们要彼此相爱，你要彼此赦免，你怎么学习呀？圣经怎么学习呀？查经还不够啊，你要自己运作看怎么赦免，你怎么样相爱？好，第三个要进入到最深层，就是受苦。我们台湾的基督徒真的太幸运了，太幸福了。你今天要来做礼拜，有人管你吗？有人阻止你吗？今天你参加台湾所有的教会，是多么幸福的一件事情，你知道吗？在中国大陆去做礼拜要被监视的了。温州很多教堂都已经被拆十字架了，很多牧师被关到监狱里面。新疆的穆斯林
哇，不得了，很多人都被关在一个劳改营里面。但是我们因为很幸福，我们不知道说我们要加入，我们去进入到别人在团契小组里面有苦痛的、有软弱的，你要加入他的痛苦里面。是最高的极致就是殉道。为什么初代教会发展那么快？因为有些人为了主来殉道，很多人加入这个苦痛当中，因为彼此受苦，承担哀伤，承担责任。所以真正的团契生活是什么样？人们彼此也经历了怜悯、同情，那是一个角度，是雪中送炭。那经历怜悯是赦免，是原谅，是接纳。所以你的小组或是团契里面，如果是个有恩典的地方，那就是有怜悯、有接纳。因为我们都知道，一个团体里面，刚刚不是讲说各色各样人都有吗？不同背景都有吗？其实我们不要讲那么宽啦。其实我们在团契、我们在小组里面，最多的就是大家不同个性，对不对？各种不同的性格的人相处在一起，你如果没有爱，很容易散掉，对不对？很多团体为什么会散掉？很多那个人家什么股东啊，开公司的股东啊，到最后因为个性不一样，大家都分散了。那在小组团契里面，就是要神给你这一个教室，让你去操练，让你去学习。我们以前讲过，我们有时候花很多钱去卡内基训练，训练什么？就训练你的同情心啊，训练你的乐观啊，训练你忍耐啊，训练你受苦啊，训练你容易表达啊。但教会啊，这些都有，而且不用钱。我们都把它看得太简单了，觉得太粗俗了。其实教会的小组里面就是最棒的生命操练的场所，是个最好的人际关系操练的场所。一旦你在小组里面操练的什么样都具备了，你在职场里面还会输吗？你在跟一个陌生人讲生意，你还会胆战心惊吗？你跟一个出口就跟你讲一些粗话的人在一起，你有神的恩典跟同情心，你就能够马上进入到他的心境里面，因为他可能有苦毒，他有软弱。那所以小组里面是一个最棒而且是免费的，是神给你最大恩典的地方。所以为什么要加入小组？是因为要开放你自己，因为没有饶恕的地方就没有团契生活。所以我们在里面经历一些原谅、饶恕、接纳。各位弟兄姐妹，因为苦毒跟怨恨就会迫害团契的生活。所以弟兄姐妹，我们重建关系最好的地方就是提供支持的小组环境。所以我们不只是加入教会，如果没有进入小组里面，那个人际关系的交流只是陪陪啊啦。你加入教会那么多人做礼拜，大家一进来也没有讲到话啊，一个礼拜完结束，顶多跟牧师打个招呼，跟隔壁打个招呼又回家了。那这样怎么样去经历这种刚刚讲那个小组的生命呢？所以在小组里面为什么那么重要？是因为要让你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，一个丰盛生命的基督徒，因为他提供了鼓励跟督责。好，最后鼓励大家加入小组生活。你现在还没有加入小组，预备心，因为小组不是让你享受天堂，小组是让你去经历神的恩典，小组让你经历生命，小组是让你经历成长。小组是让你成为一个社会职场的一个最好的训练所。你一旦在小组里面是一个成功的小组员，你在职场上绝对是一个非常好的员工，或是非常好的一个上司，一个非常好的领导。不要把它分开，它是连在一起的。小组是基督徒生命的必要部分，2000年的教会历史都离不开小组的生活。我期待你是一个非常健康、非常完整的基督徒，你是一个小组的基督徒，也是一个富强教会的基督徒。各位弟兄姐妹，我们要先做一个结束的祷告唱一个回应诗，我们再请谢牧师来带我们做一个代祷的部分。我们现在做祷告。结束，我们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来今天的课题，在小组中经历生命。我们在教会里面成为神的家，
我们在小组里面经历各样的操练，经历美好的人际关系，成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。主啊，帮助我们不只是好好用心的阅读这一本标杆人生的书，我们要在小组里面分享，尤其我们要勇敢踏出这一步，就是在小组里面经营一个美好的生命。我们要被成长，被教导，被关怀，也被赦免，也被饶恕。感谢你，让我们一起经历这样美好的祝福。求你让我们看见在小组里面，无论是小组长，无论是同工，大家都美好的一个同工。感谢赞美你，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